最近这几档国际上有袂少的战乱，台海情势嘛正紧张。另外，咱台湾的地档天灾嘛袂少，所以有愈来愈多民众拢有防灾避难的心理准备哦。有袂少专家嘛呼吁讲，平常时得当来准备防灾的避难包。今仔解拍新闻哦，特别请雅顺来教大家避难包是安怎来准备。是主播，咱台湾若是去面对着中国军事威胁，这地动、风台等等这寡天灾嘛是真歹安算。所以平常时咱的防灾准备就真重要。伫咧万一遇到灾害需要撤离的时阵，就较免遮尔惊吓、遮尔青狂。最近这准备避难包也是引起大家关注。到底这避难包内底应该爱准备啥物？第一，就是一日至3日份的最佳粮食，咱会当来准备营养饼、巧克力豆、罐头等等，这寡会当放较久、较会当止药物件。咱若是有囡仔的嘛，就爱来准备牛奶粉、甲牛奶干仔，嘛会当来准备真空包装的副食品等等。过来讲到的是个人的药物甲卫生用品，亲像慢性病药啊，也搁有喙暗、女性需要的卫生棉，若是有老人囡仔需要的嘛，就爱穿药珠啊，也搁有一寡基本的医疗用品，譬如讲絆手铐、贴布、护带、三角巾啊等等。若是万不咱着伤的时阵，就会当来做紧急的处理。也搁来看到第三项，就是爱来准备衫裤甲毯啊，寒的时阵就有通好用。搁有一项真重要的，就是爱准备鞋啊。因为若是常常发生灾害时阵，咱一定爱穿鞋啊，避免咱的双脚去打到玻璃、喙石啊擦到伤。当然嘛，会当来准备手套，共款是防止咱的双手受伤。上尾要来讲到的，就是影印的证件，也搁有一丝丝仔钱，也包含着一寡银角仔。若是要买物件，落自动贩卖机都有通好用。搁再来就是爱准备 BB 啊、手电啊、电池、手机啊的充电线，也搁有多功能的随时刀、地图等等，这拢是真重要的救生用品。而且提醒大家，上好是爱半冬就爱检查一下，确定这物件无过期，也搁会应急。嘛，得爱确保这避难包是放伫咧方便体所在，若是发生紧急状况的时阵，随时关咧，就会当赶紧走。虽然咱大家拢无愿意看到灾害，总是讲咱平常时要将这避难包穿好好势，就甲买保险同款，当着意外时阵会当互咱加一个保障。今仔日咱来讲破新闻就先讲到这，现在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。